乐利亚爸爸熊，大家好，我是阿金妈咪，欢迎来到乐利亚爸爸熊。我常常咧想啊，我有遮尔侪佚佗名，阁有啥物物件我无算过咧？爸爸熊，敢若有话在讲哦。哦，声音走去啊！我熟悉一个足够做声音的朋友，咱来甲伊拜访一下。大金，大金，你在创啥？嘿，大金，你在创啥？我在练习模仿声音吗？哈？大金，你拄则讲你咧模仿声音？是啊。啊，是安怎爱伫面皮内底模仿声音？哦，是安尼啊，这面皮足厚对无？伊会使甲迄外口的声音弹起来，安尼我就袂听到外口的声音。安尼共款，外口嘛听袂到我练习的声音。哦。安尼就像一间录音室共款。我就安尼练习啊。哦，所以你是自细汉拢安尼练习？对啊，因为我练习的时阵，迄声音吼，也未成功，我惊互人听到会笑，我惊歹势，所以我都一直练，练到差不多 OK， 我才甲面皮掀开。哦，是这个原因哦，是歹势安尼，就偷偷练，练好啊，才互别人听。那安尼，云层顶明明有足侪朋友诶，应该会当模仿伊的声音。哦，这录啊声音较歹学，哎，毋过迄录啊行路的声音，起起扣扣，我会晓录，会晓学。伊这骹踏着涂骹的声音吼，你其实会使用迄喙齿安尼发出这的声音，哎，其实吼，咱人穿皮的嘛是这种声音。哦，管大迄种。嘿，管大迄种，动物四肢骹会走嘛，所以起起扣。哦，安尼直直走落去，就像迄动物咧走。好，换你来。袂歹，第一摆试安尼足顺诶。所以练习时阵也未练成功，就面皮遐扛诶。嘿，无简单。先讲只。哇，这只是马啊！这是马，不是鹿啊。不是鹿啊。啊无对。呱呱。最大只啊！呱呱。这啊声音吼，我还有一招，毋是呱呱迄啊。有一招互我甲大家分享，你学啥物物件时阵，你就爱想象你是迄，你是即只鸭，对。哦，我就想象我是只鸭。阿比啊。我滚就对，嘴好扁扁的。喂，没错。是，你安尼哦，声音就变安尼，对无？因为伊喙是安尼啊，我喙若无安尼，喂，安尼无像。你用个，喂。安尼有像啊！哦，所以模仿声音嘛爱想讲你是迄个动物。嘿，爱有想象，所以试看觅。喂，来去较正呢。哦，若是感觉这种较忝哦，我有较轻松的。好。嘿，迪士尼有另外一只。哦，迄只我就爱。嘿，迄只。爱较轻松。看起来嘛是安怎用诶？哦，你就想要配喙啦，毋过莫配出来。哦，因为足受气啦，敢配喙啦，毋过莫配。我欠做这喙啊。欠做喙哪里配咧？嘿，咳出来。哦，这停车位哪遐歹找。今仔日哪遐热去到我要掠光啊！我足惊我的喙暖喷到你。袂，安尼差不多80分了。哦，先莫惊，学的时阵就爱放好开。哦，愈轻松，安尼这声音愈出去。安尼就有啊。足像的，你加油！哦，够。够像。这。羊啊的声音吼，就是安尼咩咩叫嘛。咩。
咩咩。我还想讲，我家己是羊啊。啊，因为吼这羊啊吼，伊就是伫外口会紧张，所以声音会喘。啊，有时阵你学，咱咧学的时阵袂喘，会使用手来斗相共。手？你会小可安尼试你的牙哦，莫伤大力，无会吐，会吐。我轻轻安尼甲震动。有呢。哎，有安尼，我拄开始，啊，第二摆就试哦，哇，安尼震动起来都无共款，嘿，无像人的声音啊。哦，这有大家参考，会使用手打相。对。哦。啊，搁有刷鱼。哦，刷鱼。伊敢有声？刷鱼无声，因为无迄电影有声音，嘣嘣。嘣嘣嘣嘣嘣！这做笑亏的声音，刷音也无声。我嘛唔知，敢有声？我研究哦，刷伊的朋友，会像迄海洋。哦，海洋啊，海洋敢若有声哦。海洋有声，海洋吼就伫迄深深海底，迄声音是安尼。伫咧生活当中有一种声音，甲这海洋声最像你敢知影啥？开门的声，包括 violin 的声，拄开始学的都，这三声音同款的。哦，是哦。嘿嘿，你会使去 YouTube 查迄海洋的声。我是感觉你的表情。因为我心内就是有想象，我就是一尾海洋伫深深的海底安尼。纯轮的声音嘛是安尼嘞，我是早起啊，会使去看纯轮，真正啥？哎呀，你我知啊，就是迄海洋伫海底纯轮啊，迄我足忝的。原来是安尼，嘿嘿，袂歹。哇，大姐，我来甲你拍破一下，这海洋的声。这就一寡兴趣啦，观察的声音。哦，那安尼，咱即摆是不是来一个合唱？合唱是？哦，安尼是你来唱。你来唱，我用各种声音甲你配合。好。我你先来试看。即摆唱大样的欢乐歌。哦，大样欢乐歌哦，来，好，你先开始，我来。我想看卖哦。林妹嗦啦，林妹哟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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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林妹嗦啦，林妹哟。哩妹嗦啦哩妹哟，呀吧呀呀呀，吉巴达萨嘎呀嗦尼，巴嘎嗦达，巴嘎嗦达，嘟嘟俩嗦尼。哩妹嗦啦哩妹哟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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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耶！欢迎过来！感谢大家。乐利阿爸爸兄，后摆见面啦！好见面哦。啊，羊啊，鹿啊。刷鱼。